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講嘅係霹靂方言。有人話過霹靂方言好熱門，亦都有人話過佢係近年嚟最強嘅雷魂黑馬。但係睇到魂係呢兩個字，你會唔會好似我咁樣呢？想即刻就衝過去俾錢？但係等一陣先，一款定價要成328蚊嘅遊戲，到底真係好玩到咁誇張啊？定係借住魂係嘅名號嚟呃錢呢？我係李奧，今日我會用我嘅角度幫你嘅銀包嚴格把關。影片嘅最後我會俾出一個到底幾折入手先會唔蝕底嘅折扣建議俾你做參考。想知道嗰幾百蚊花得值唔值？睇落去就知啦。咁我先嚟個刻薄一啲㗎啦，講一下佢令我最大失望嘅地方，甚至可以話扣晒分數嘅地方。咁樣呢，就係佢嗰個換裝同埋外形系統啦。如果你同我一樣玩魂系遊戲係非常着重自己嘅角色嘅配搭嘅衣服呢，或者想列出一個好睇嘅面呢，呢款遊戲呢真係會令你嘔血㗎。你睇下隔離嘅 Elden Ring 同埋暗魂啊，你換一件衫或者戴個頭盔，成個造型即刻唔同咗。但係霹靂方言真係搞唔掂喎，佢冇呢個裝備嘅系統，佢無論你係換咗啲咩防具裝備啦，你角色嘅外表呢都係唔會受影響，都係完全冇改變㗎。要靠另外嘅造型系統啦，先可以改變佢嘅造型。但係呢，佢嘅造型呢亦都少得好誇張㗎喎，死板到極點，更加唔使旨意可以自己裂面。呢個都咩年代啊？連最基本嘅視覺回饋都做唔到，每次換裝啦都好似換咗個寂寞咁樣。呢一個呢真係非常嘅致命嘅敗筆位。如果我係製作人嘅話呢，會點樣改呢？其實我真係好簡單㗎，官方根本唔需要重新打掉重練，只需要加入最基礎嘅防具外觀連動或者最基本嘅裂面功能，等玩家可以喺換裝嘅時候視覺上有相應嘅變化。呢個遊戲嘅代入感呢已經完全唔同咗啦。而家咁樣搞呢，即係硬生生咁將呢個遊戲嘅體驗呢大打折扣。再者啦，呢款遊戲係完全冇辦法連線㗎，冇辦法好似打 Elden Ring 咁樣呢揾朋友幫手，或者冇辦法去入侵同人哋對決。呢個官方呢雖然都有一個好貼心嘅官方外掛，叫做一個星之碎片嘅系統，而且呢個星之碎片呢，呢個道具係多到用唔晒㗎，又唔需要好似暗魂咁樣啦，有好繁瑣嘅解鎖狀態先可以叫個 NPC 出嚟。呢款遊戲啦，你隨時可以叫個 NPC 出嚟擋刀，絕對呢幫呢隻遊戲挽回咗唔少分數㗎。但係冇辦法同真人連線，體驗就真係差一啲啲咯。如果官方下一集可以加翻入一個玩家連線機制呢，咁就好好多啦。不過平心而論啦，你我又點會盲目去黑呢款遊戲啊？鬧完佢個外貌系統啦，我必須要同大家講，玩完暗魂或者 Elden Ring 之後呢，再玩呢款遊戲，我真係好似發現咗新大陸咁樣㗎。首先要讚氣就係佢嘅地圖嘅設計，簡直係我哋嘅路痴救星。以前打法環嘅時候呢，成日唔知道去咗邊度㗎，打暗魂呢又成日迷路喎。但係呢，玩霹靂方言，佢嘅地圖規劃真係好貼心㗎。佢雖然都有分岔路，但係你兜一兜呢，就已經到盡頭㗎啦。唔係送件寶物俾你呢，就係幫你開翻條捷徑翻回頭路，回饋感係極高㗎。佢絕對唔會好似暗魂咁樣行下行下呢，就去咗另外一個區打咗另外一隻王，方向感呢係清晰咗好多好多㗎。如果佢嘅盡頭嘅寶物呢，可以再實用一啲呢，咁就無懈可擊啦。更加正嘅就係佢仲有一個自設被動技能嘅系統。以前玩魂系遊戲嘅時候，你嘅流派呢早就俾你身上嘅裝備限死咗㗎嘛。而家就正啦，無論你着咩裝備，你都可以點自己嘅技能樹，中意攻擊突發又得，防護加成又得，自由度係極高㗎。呢個戰鬥嘅體驗呢係大幅加分㗎。如果其他魂系遊戲都跟住咁樣改嘅話呢，遊戲一定好玩10倍。而且佢嘅關卡嘅惡意味呢都非常有魂系嘅味道㗎。例如你見到一隻怪啦背對住你，你想偷偷摸摸去背刺佢，唔好意思喎，原來仲有另外一隻怪早就埋伏好。當你背刺佢同伴嘅時候呢，佢都喺你後邊背刺你。呢種極具魂味嘅設計呢，真係令人又愛又恨嘅。咁最後啦，又到我哋超主觀遊玩評論室嘅重頭戲啦。到底霹靂方言值幾多分呢？或者幾折入手先至合理呢？如果滿分係10分嘅話，我會俾出係7.5分嘅。呢款遊戲雖然冇辦法自己裂面啦，換裝嘅時候亦都冇乜外觀變化，仲要冇辦法連線，呢幾點呢確實係瑕疵嚟㗎。但係佢嘅地圖設計係幾好㗎，加埋佢嗰個被動技能嘅系統呢，又玩出一啲新花樣，所以核心魂系嘅操作手感啦，同埋關卡設計呢，都係絕對合格有餘㗎。所以我俾佢嘅折扣嘅建議呢，係75折先入手。而呢款遊戲嘅價位，如果你本身係一個超級魂系嘅死忠，又或者你啱啱冇乜其他遊戲好玩啦，想買嚟止癢嘅話呢，係絕對合格㗎。但係如果你嘅 budget 有限，
或者你好介意我頭先講嘅缺點嘅話呢，我強烈建議你等到佢跌到去7、5折啦，或者更加特價嘅時候先再入手，咁就真係完全唔會蝕底啦。好啦，我嘅超主觀評測呢到呢度就完啦。你哋覺得我今日俾嘅呢一個7、5折嘅建議合唔合理呢？你哋又覺得呢一款 P 的謊言值幾多分呢？你有冇俾佢裏邊啲埋伏嘅怪物陰過呢？即刻喺下邊嘅留言區一齊討論啦！如果你中意我呢種幫你嘅銀包把關嘅評測風格，記得俾個 like 我，或者有朋友同你提起呢隻遊戲啦，你都可以分享呢支影片俾佢做個參考㗎。最重要係訂閱我嘅 channel 超主觀遊玩評論室，記住打開個鐘仔啊！我哋下一條嘅遊戲評測影片再見，拜拜。